谁呀？老四，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三哥，嫂子找来了，拿个剪子要找你拼命呢。甭管你嫂子，拿着东西快走，备好车，告诉你姑娘，我随后就赶来，快走！燕燕，燕燕，快走，老四！燕燕，站住！钱奎，燕燕，你给我站住！燕燕，燕燕，燕燕，你坐下，你坐一会儿，千万别动，小心你的身子，别闪着你的小腰，我求你了。我饶不了你！燕燕，燕燕。燕燕，我求求你了，燕燕，你站住！燕燕，燕燕，你站住！燕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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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坐着歇一会儿，你坐着歇一会儿，我就来。哎呦，燕燕，燕燕，你别给我玩命，我再也不敢了，燕燕。哎呦，我燕燕，燕燕，你慢点儿，你，哎呦，你别，燕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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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燕燕，燕燕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求你了，我劝劝夫人呐。躲开！不许碰我！燕燕，燕燕，你别闪着你那腰。哎呦，夫人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不跑了，我牢子里等你去。嚯！哎呦妈呀！哎呀，夫人呐！哎呦，我说夫人，我求你了，求你了，哎，求你了，夫人。哎呀，哎，夫人。老爷，人还在吗？这边。把房子围起来，不要放走任何人。回屋去。李姑娘，在这儿住着还习惯吧？怎么还不好意思了？钱老龟在这宅子里供你这么些日子，我就不信他会忍得住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说我要干什么呀？快，把钥匙给我，起来，来，帮我把门锁上，快！燕燕，你别着急，燕燕，我这不在等你呢吗？慢点，我这不是等着你呢吗？燕燕，哎，燕燕，哎呀，我说嫂子，您倒慢着点，留神肚子那孩子。嫂子，您得给我们老爷留点面子呀。我都是想死的人了，还给他留什么面子？牛大，给夫人搬椅子。尤儿，带他们都出去。哎，好，
嫂子，您坐。老爷，我说你啰嗦什么？夫人她还能进得来呀？这钥匙在我手里头呀。走，出去，我们两口子说说话。夫人，请坐。来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。你出来呀，老四！别喊了，老四啊，早就吓跑了。玉姑娘，我郑天寿就喜欢性子烈的女人，只要你乖乖的依了我，我新鲜几天也就过去了。到时候你要赢要地，我全依你。可你为什么要逃呢？啊，你以为有钱魁护着你，你就能逃出我的手心吗？啊？这。玉姑娘，听话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乖乖的跟我回去，我给你个名分，你后半辈子就有靠了啊！想好了没有啊？哎，你是不是看上那姓陈的了？啊？我告诉你，有我郑天寿在，谁也别想占了先。咱们废话少说，赶紧啊，办正经事儿吧。哎呦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呐！捆起来，把他捆起来！把这也给我包上，快！哎呀，老爷，该说的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也不想再瞒你了。原来我光是拿老四说事儿，那全是哄你的。郑天寿那老杂毛说的话大半是真的，可有一样你不用信他。我是真心的喜欢玉姑娘，到现在我没碰过她一指头。你说，你到底喜欢过我没有？你说，我对你怎么样？你对我好的没得说。我钱奎活这么大，除了我娘，你是最疼我的女人。就是我娘，也没能像你那样疼我。我娘她想疼我，拿什么疼我？穷得叮当响。我这几年跟你在一起，真的是我最快活的日子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喜欢别人呢？燕燕，那是由不得人的事儿。没遇到玉姑娘之前，我总觉着我这辈子有燕燕就足够了。我钱奎最是怜香惜玉，你又长得年轻漂亮，
又是一个心眼的疼我，你说我有什么不知足的？自从遇上了玉姑娘，我就像失了魂一样。我倒不全是诚心骗你，你说我说了有什么好？我倒不是怕你饶不了我，我是怕你心里头苦。我觉着你一直都在说假话，你的心思没有全在我身上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。徐妈也劝我，我也骗自己说，现在肚子里的孩子最要紧，千万得别着急，等把孩子生下来，我再找你算账。今天你全都跟我说了，还不如一刀捅死我算了。我最怕的就是你这样。说真话，我时时的挂心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。我都跟你实说了吧，你爹给我捐这个官儿，其实没安什么好心，他不过就是想借我的手，给你们家多捞些银子。这几年贪赃枉法的事儿我也干了一些，论罪是该杀头的。这回我怕是真躲不过去了。燕燕，咱们的缘分到头了。钱奎，你说的可是实话？句句实话，我在心里头憋了很久了，早就想跟你说出来。你走了就算完了？你能躲到哪儿去？我不能让我肚子里的孩子没有爹。到这会儿你还牵挂着我呢？哎呀，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，我对不住你，这样也好。我今天告诉你这些，算是把你伤透了。燕燕，你就把我当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好了。你恨我骂我，就是别再想我。你把我休了吧，我自己的罪过我自己扛，别牵累你和孩子。就算是过一阵子皇上砍了我的脑袋，你也别掉一滴眼泪。钱奎，你是不是知道因为要出事儿了，怕我伤心啊？怕连累我和孩子，才故意编出这个故事来骗我的，是不是？你要是愿意这么想，就这么想吧，就全当是我编的个故事吧。三哥，郑天寿带人把玉姑娘给抓住了。夫人，我顾不了你了，也许顾不了玉姑娘。郑天寿他就是他娘个畜生，我不能让他再害人。老四，他没有骗我。
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县太爷钱奎。起来！我今天就是给你个好看，哎，也让钱奎学学该怎么对付女人。站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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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贝儿，还不听话，都什么时候了？郑天寿，钱奎，郑天寿，这是怎么了，老爷？快过来！别急！快走！快滚！不打住了！你怎么才来呀？他敢砍我！去，把他砍了！去，快去！把他这副德行，什么时候了？快走！去吧！哎呦，接着，砍死你！都别过来！谁过来我砍谁。周大人，他手里面有刀，刀给我滚！走啊，快点！钱大人，坐吧。钱大人，刚才郑天寿实在是无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来。我已经在门外把他教训了。钱大人，还望你看在你岳父田庄主的面子上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周大人，你亲口答应过我，说玉姑娘是我的人。要是没你的默许，郑天寿他不敢这么过分吧？怎么，钱大人？难道你连我也信不过了？我现在谁也不信，就连我老丈人田畴都算上。对你们我不放心。你说这话可就有点过分了。郑天寿对着玉姑娘的心思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这件事我可是一直压着。郑天寿他是心里不服啊。今天是因为喝了点酒，才干出这样的事情来。你总不能因为这件事儿迁怒于我和你爹吧？周大人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要杀那个姓陈的？建奎，我不知道你是聪明啊，还是糊涂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以让你活，也可以让你死。只要你听命于我，我就会保住你的性命。玉姑娘的事到此为止，我不会再让郑天寿踏进这个门。你自己如何打算？好好想想。刘二，你来干什么？刚才阿周打着钦差的旗号去到县衙，把那姓陈的接走了，说是钱奎点头发的话。我知道，我怕他们逃出城去，就赶紧前来向您禀告。我知道了。你去告诉门子，如果他们出城，速来禀报。是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有我钱奎在呢。妹妹，哎呀，
咱哥哥在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好了，鹏哥，上回来我是个假的，所有的人都把我当成了真的。钱老龟平时鬼精鬼精的，还不是让我给蒙住了，连郑天寿都被我给唬住了。这回来我是个真的，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是假的呢？兄弟，你这话说的不对啊！怎么不对？至少有一个人信你是真的。谁？我。你不算人，你看过了圣旨，当然知道。那陈公子也看了圣旨了，他怎么也不信呢？说的也是，我也正为这事儿犯愁呢。可你说，我怎么着才能让他们信了呢？兄弟，我觉得你应该去县衙，钦差一辆圣旨，那是可以掌印坐堂的。哎，那王观察，王大人，不就是亮了圣旨，那姓陈的不夺了钱大人的官，做了县衙了吗？田老龟他已经看过圣旨了，可是他就是死活不信，还打了我2耳光呢。你就该给他拿了啊！你是钦差，你还怕他不成啊？那不合适，钱老龟跟我有交情，我们在牢子里是结拜过的，他是我干爹。张姐啊，哎，怎么样了？你劝老爷歇歇吧，姑娘只是受了些惊吓，睡一宿就好了。什么事儿，老四？回屋照顾玉姑娘。是。三哥，先回去歇歇吧。昨天晚上就熬了一宿，玉姑娘呀，歇一歇就缓过来了。我先回衙门，有事找我。哎。哎呦，我的大人呢？上回就是王观察做主，那姓陈的就坐堂掌印了。要我说，你得请那个王观察来。不行，皇上没说让我找他。不瞒你说，我是想一个人把这差事给办妥了。他来了，这功劳算谁的？皇上那么抬举我，我可不想找人帮忙，那显得我阿丑没什么能耐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上回来的时候呢是假的，可就你耀武扬威那劲儿，谁敢不信你是真的呀？这回来一味的缩手缩脚，连那帮人打了你也忍气吞声了。就这样的钦差是真的，也没人信。让你说着了。我自从当了这个真钦差，我就一直觉得不大对劲儿，可是我一直就不知道错在哪儿。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就明白了。皇上说让我办差，可是没说让我怎么办。皇上也说了，他不喜欢我一脸的奴才相。我阿丑还是我阿丑，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我当钦差也是为了图个痛快，整天缩手缩脚的，有什么意思啊？这就对了，兄弟，你是钦差，手里都有圣旨，还能碍着你手脚了？去他娘的！我就不信没有人给我做主。就主，就主。哎，真杀，买杀。来。
三哥，你这么早就来了？啊，玉姑娘如何了？好些了。谁一大早空肚子喝酒啊？那不好受啊！我嘱咐你的话，你给他说了？说了，玉姑娘她不肯走，她说呀，要走连陈公子一块儿走。我就知道他娘的有这一出。三哥，要我说呀，咱把陈公子带着一起走吧。带着他走能走得了吗？就算是运气好，逃出去了，以后怎么相处？老四，不是你三哥动了小人心思，要是带着他走，最终肯定是他娘的一个鸡飞蛋打。三哥，三哥，这可是要命的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些？你懂个屁！老四，带着玉姑娘走，你哥我就是想过几天安生日呢。每天他守着我，我守着他，过一天是一天，只要心里高兴就是了。你说带着个姓陈的算个什么事儿？到时候就看着他跟玉姑娘一起，花前月下，饮食赏月，你我两个也就是个砍柴做饭、挑水扫地，干点个下人的活儿。三哥，你先别想这些。那周文正要杀陈公子，你一走人，那是见死不救。兄弟，哥就是有那心，也没那个力。周文正个王八蛋早就派人把我盯上了，我根本就出不了个城。傻呀！哎呦，天都亮了。干什么去你？我是来传旨的。哎，不，我来传令的。你不是草桥客栈跑堂的小二吗？你来传什么令啊？钦差让我来的。钦差大人说了，让你们钱大人赶快出来列队相迎。钦差在哪儿呢？钦差大人说了，让你们赶快的，他随后就到。这回可是真的。真的。钦差是谁呀？混蛋！这也是你问的？不问，你让钦差大人稍后，我这就进去传话。啊？他可说是哪一位呀？他没说，我问了一声，他张嘴就骂人。我看他那个气势，定是钦差叫他传的话。哦，三哥，不会是阿丑吧？
那真主来了，要是阿丑早闯进来了，还用了人传话。哎，我说，赶快吩咐他们列队相迎，给我都给我穿整齐了。是。这要是真的钦差来了，那可一切都来不及了呀！要我说啊，既然是钦差来了，咱把陈公子交给他，是杀是保的，让周文正给他斗法去吧。你真是说得轻巧。要是那姓陈的跟那个钦差一合计，那第一个拿的就是我呀！哎呦，那怎么办？哎呦，到外头站着呢，这走是来不及了呀！哎呦，这要是定我一个畏罪潜逃之罪，我连申辩的机会都没了。这钦差怎么说来的就来了呢？不管怎么着，先把钦差迎进来再说呀。老孙，我这边用不着你管，赶紧去讨车。我要是能脱了身，我就去找你；我要是脱不了身，你就带着玉姑娘赶紧的走。三哥，你不走，我带着玉姑娘走，有什么用？别说，老孙，你笨呐！啊，说不准什么时候你三哥就成了人犯了。玉姑娘留在此，能归了我吗？听我说，我让你带着她走，我不想白相了咱们兄弟的心机。你不是还没娶媳妇吧？别婆婆妈妈的，带着玉姑娘走走。三哥，走走走，快走，走。周大人，老爷，刚才客栈有人传过话来，说那阿丑去县衙了。他去县衙干什么？说是去县衙坐堂掌印，堂堂正正的来审清水这案子。周大人，这个阿丑假冒钦差，怎么说也是欺君大罪。我已身在清水，再不出面，就有知情不断的罪过了。走，郑大人，随我去县衙瞧瞧。陈老贵，半天不开门，在里面干什么呢？让我在外面好等。里边说话，滚开，滚开！清水县令钱奎给皇上请安，皇上万岁，万岁，万岁！圣公安，钱大人，好歹你是我干爹，给皇上磕完头就行了，用不着再给我磕头。行了，滚！哎，你架子可是端足了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用得着端架子吗？上回我是个假的，才给你耍威风摆架子，这回我是真的了，公事公办就行了。怎么着？你还不信啊？哎，我说你们两位往前走，没我这传唤不许靠前喽。是。
小兔崽子！你怎么这么不懂规矩？你想罢我官呀？个小兔崽子罢你的官，我还想打你的板子呢！哎，我打你的板子呢！你胆儿太大了啊！你还不赶紧跑？你跑我这儿来摆什么威风啊你？你还不信是不是？你以为我哄你玩呢？你给我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钱老龟，我的气受够了。上回我扮个假的还威风八面呢，这回成了真的，整天净受窝囊气。那怎么样？钱老龟，你要是够意思，就帮我撑着这个门面好不好？怎么给你撑？我要做牙掌印。好。官印给你，钥匙全归你，这衙门也归你了，好好玩吧，该满意了吧？哎，钱大人，这升堂断案我还真不会，你得先教教我。你都会带皇上受礼了，那钦差也会当了，一个小小的县令算什么呀？你自己在这玩吧。周大人，钱知县，那个阿丑呢？阿丑，钱老龟，你哪儿去了？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钱老龟，你哪儿？哼，你就是阿丑吗？那你就是周文正喽。既然知道本钦差来了，怎么不早点出来迎我呀？给我拿了！周文正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拿下本钦差吗？我说你骗得了钱知县，你骗不了本知府。来呀，给我拿了，拿了！钱知县，哎，难道我的话你也不听了吗？哎，拿下，拿下！周文正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老子手里头有圣旨。拿下！是。你，哎呦，哎你哎，街头的师傅们，你们不出来，什么时候出来？再不出来，老子就办不成皇差啦！你是何人？我乃御前三品带刀侍卫崔护是也。周知府，接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河安及清水一案事出蹊跷，今命督察院经理阿丑再度勘察，各地官员不得掣肘妨碍。经此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圣公安。周太尊认了，周太尊认了，阿丑大人是钦差。你说什么？阿丑，去厨房，给我弄俩菜。哎，小二，把我存的那坛女儿红给我拿出来。阿丑啊，不，钦差大人，下官是有眼无珠啊，适才县衙之内多有冒犯，还望大人多多的包涵呐。好说，好说。阿丑大人，其实此事也怪不得周大人，是下官的手下，笨嘴拙舌的说不清楚。周大人担心又是那些不相干的人假冒钦差。你说的那不相干的假冒钦差的人又是谁啊？还不是我啊？
哦，哈哈，阿丑大人，您上回来自然是隐瞒了身份，这都怪我们有眼无珠啊，还望大人海涵。上回来我是个假的，可钱老龟把我当成真的。这回来吧，我是真的，可谁都把我当成假的。你说我能不生气吗？连钱老龟他都不相信，他还是我干爹呢。我把圣旨给他看过的，他还打了我2耳光子。干爹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若不是皇上身边的侍卫亲自宣旨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会相信钦差就是你呀，大人。干爹，你现在信了没有？不敢，不敢。钦差大人，你就叫我钱奎，要不叫我钱老龟好了。想不到阿丑也能受到如此恩宠。陈公子，阿诺，如果不是想替陈公子洗清冤情，我和阿丑也不会去京城见皇上，阿丑也不会有这样的机遇。殷姑娘，你能到京城替我鸣冤，就当受我陈信一拜。哎，陈公子，您快坐。你这样，让我如何受得起呢？殷姑娘，这件事在我听来是有些匪夷所思，也理不清个头绪。陈公子，阿丑虽然是钦差，可他又懂什么呢？我都跟他说好了，让他全都听你的。阿丑现在是钦差，我不过是一介草民。阿丑就算肯留我在身边，我也不过是个事业的角色，又怎么敢替他拿主意？